業啦，而家咧弟子就要向師傅行3鞠躬禮。咁我講1鞠躬，你哋就向師傅鞠躬。1鞠躬，日月星辰天地可鑑。2鞠躬，師道尊嚴技藝永存。3鞠躬，師徒同心道義相連。好，多謝兩位子弟。我會提睇片交俾葉師傅。好，可以啦。多謝你哋。片花當然係重要啦。另外咧，更加重要嘅就係弟子敬茶。而家弟子向師傅敬改口茶。先由二徒弟張志康敬茶，取其5味合之急。有請志康。好，師傅飲茶。再由大徒弟梁敦南敬茶，擁護師徒情誼，茶香妙妙，心意悄悄，一杯拜師茶，一世父子情。好，跟住就到師傅賜禮啦，仲有賜弟子回圖帖同埋信物嘅。太平間行宗師葉問樂二次，天地生物，師道立人倫，權法須，渠法須弘敬藝，好在天地之道，金華幾近明月，乃成列祖之身。今日有梁敦南、丙申年生、張志康、月尾年生，以至情帖拜。